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房企2025年整體業績概況出爐。萬德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已有65家 A 股上市房企發布業績預告，其中去年預計實現盈利的房企僅16家，其餘49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虧損房企數量佔比超70%。從預虧規模看，去年預計虧損超100億的有5家，虧損規模較高的超800億。那這個800億的是哪一家？大家都知道在 A 股上市房企中，萬科 A 目前虧損規模居前，居首當仁不讓該公司預計2025年歸結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虧損820億元，除了結算規模下降、毛利率處於低位、資產計提減值等行業普遍因素，萬科去年業績預虧的原因還有部分經營性業務扣除折舊攤銷後整體虧損，部分非主業財務投資出現虧損，部分大宗資產交易和股權交易價格低於賬面值。華夏幸福、綠地控股、華僑城 A、金地集團4家房企去年預虧規模超過100億元。實際上這幾家公司已經有部分房企實質性的資不抵債，也就是它的淨資產是負的。細看上述100億虧損的房企，出現業績黑天鵝的原因類似。華僑城表示虧損主要因地產業務收入轉結金額和毛利率下降，以及強去化促回款部分存量資產轉讓形成虧損。不管他怎麼解釋了總之恆大暴雷已經4年過去了，這些房企依然沒能好起來，還在苦苦掙扎。這個說明這個問題。以萬科為例這個叫屋漏偏逢連夜雨麻繩專挑細處斷。這個摩根士丹利於2026年2月2號發布最新研究報告，該行對萬科 A 給予減持評級，目標價為2.7元人民幣。報告指出，萬科2025年核心虧損遠超該行預期的800億元人民幣，且預計公司嚴重虧損狀態可能持續，巨虧導致它資產這個減少，但是它負債是不變的，資產一減少，負債也不變，那資產負債率就由80%、90%一下飆升到100%、120%，資產負債率飆升到120%，也就是說萬科再想去借錢那是不可能了，除了深圳地鐵給他錢，沒有一家金融機構敢給他錢，連續貸都是問題。摩根士丹利說基於對虧損持續性和財務惡化的判斷，給予萬科減持評級和2.7元的目標價，這也反映了機構對萬科短期前景的極度謹慎態度。我不知道這個萬科裡面還有那麼多股東那麼多這個金融消費者，不知道作何感想，還在裡面準備逆風飛揚是嗎？還想等着萬科起飛呢？這個摩根士丹利對萬科減持評級以及2.7元目標價的判斷，基於對其創紀錄的虧損、持續虧損預期、高企的債務以及流動性危機的深度分析，萬科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節點。雖然通過債務展期和大股東輸血獲得了喘息之機，但根本脫困仍需依賴銷售回暖與資產成功盤活。這一案例深刻反映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告別舊有的三高模式，在陣痛中尋求轉型的宏觀途徑，前景依然渺茫。我總結的萬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時間，越早破產重整越主動，越有利於獲得新生。我們再看看這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百城價格指數，2026年1月百城二手住宅均價12905元每平米，反正就不到13000二手房，環比下跌0.85%，跌幅較上月收窄0.12個百分點，同比下跌8.67%。新房方面，1月成都、上海、杭州等城市均有高端改善樓盤入市，帶動百城新房價格環比結構性上漲。百城新建住宅均價17114元每平米，環比上漲0.18%，同比上漲2.52%。租賃住宅方面，1月市場延續淡季氛圍，50城住宅平均租金為34元每平米每月，環比下跌0.45%，同比下跌3.67%。所以这个除了新房价格不靠譜之外二手房價格下跌，租金下跌，那這個都能互相印證，租金還在下跌。我們再看看這個媒體統計的15個重點城市1月份的這個銷量15個重點城市有
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成都、青島等等啊。新房1月份啊同比是下跌26%，二手房上漲了11%，这是跟2025年1月份比，跟2024年1月份比呢，新房下降40%，二手房上升了8%。这个就是我前一陣子一直說的2026年1、2、3、4這幾個月，二手房恐怕這個看上去好像回暖，也就是這個銷量穩住了，這個是一個小陽春啊，這個是個暫時現象，跟這個學區房的關係比較大。現在數據啊也逐漸在驗證這個說法。你感覺二手房，你看成交還同比啊漲了。這個南都灣財社報道啊說，深圳樓市1月現小陽春，深圳1月份二手房成交創10月新高。在經歷了2025年深度調整後，深圳樓市在2026年首月迎來開門紅。多方機構數據顯示，1月份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顯著放大，創下近10個月新高，成交價格也連續2月企穩回升。市場分析認為，在買賣雙方預期趨於量漲價穩的共識下，疊加資本市場的積極信號，深圳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的基調或在年內進一步確立。是不是止跌回穩這個不一定啊，但是確實二手房的成交量顯得好像增加了，恐怕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以價換量吧。北京的最新二手房價格冰山指數顯示啊，就是作為首都、作為一線城市，北京的二手房均價已經跌破了4萬。這個冰山指數啊，全國是10033，一線城市啊平均是40059，上海是47600，深圳是5萬，而北京是39999，廣州是21817，也就是啊，北京的二手房冰山指數已經跌破4萬，這就是趨勢啊。我們再看看第一財經報道說，地方賣地收入4年少了約4.6萬億，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之下，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也就是咱們經常說的啊，土地出讓收入啊，土地財政說4連降。近日，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2025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中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4億1518萬，是4萬億是叫4萬1518萬億，比上年下降14.7%。這是自2022年以來連續第4年土地出讓收入出現2位數降幅，與2021年土地出讓收入峰值8.7萬億相比，2025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減少了約4.6萬億元，降幅達到52.3%。也就是2025年啊，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土地財政是它高峰期啊，2022年的一半都還不到了。你說這日子怎麼過？這好比你對吧？你收入降了一半，你降薪一半，你說那你這日子怎麼過？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告訴第一財經，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直接導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滑，這減少地方可用財力，加大地方償債壓力。預計2026年土地出讓收入延續下滑態勢，但降幅有望收窄。那怎麼辦呢？地方政府只能在賣地上想辦法啊，不行就加大刷單力度吧，對吧？讓自己控制着國有企業或者是城投去拿地，拿完地再把地押給銀行貸款，對吧？想方設法的還是把地給銀行吧，從銀行的把資金掏出來，對吧？你要說賣地也可以啊，就這麼賣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8.3萬億元，比上年下降17.2%。2025年新建商品房銷售額8.4萬億，下降12.6%。羅志恆分析啊，說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行，對地方政府產生3大影響：一是地方可用財力減少，土地出讓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的主要來源，其下滑直接導致可用財力收縮，加劇財政緊平衡態勢；二是地方政府債務償還壓力加劇，許多地方政府債務依賴土地收入作為債務還款來源，就是賣地啊得到的錢再去還這個債，收入下降可能影響地方政府還本付息；三是地方基礎設施投資受限，土地收入萎縮引起相應的支出減少，基建項目資金來源不足，可能影響地方經濟增長。
然後還有一個啊，地方政府它卖地收入減少之后啊，因為它的收入下降，它那個叫債務這個比例啊，也就是這個資產負債率啊，它跟它的賣地收入還有關係。你收入一降，你盤子小了，你負債的能力就小，上級政府就不讓它負債，對吧？你今年負債你就得縮，那你說它賣地又少了，然後去貸款又少了，更少，那你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文章說啊，當然由於土地出讓收入中相當一部分用於支付拆遷等成本，有研究稱土地淨收入約占土地出讓收入的1/4，因此土地收入下滑同時，相應支出也會減少，影響並沒有外界想象那麼大。此前財政部也公開表示，由於國有土地出讓收入支出聯動，因此收入下降影響並沒有那麼大。比如2022年土地出讓收入減少2萬億元，這影響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財力約3000億元。受地方土地出讓收入減少影響，土地出讓相關支出也會明顯下滑。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土地出讓收入相關的支出約4.7萬億，比上年下降7.6%，這較2021年這一支出同比下降39%。這個說法我覺得值得商榷啊，就是地方政府它賣一塊地1個億，那這裡面有7500萬是這塊地的成本，拆遷呢，对吧？3通1平啊，亂七八糟的啊，所以說政府淨賺2500萬。那也就是說，那你看看這1個億雖然少了，但實際上政府真正少的是2500萬，因為它這塊地它不賣了，就是少賣地了，那它相应的啊拆遷成本它也少付啊，它就不收除了唄，就这意思啊。但這個說法是非常錯誤，這個就好比你工資對吧，10萬1個月，你每個月開支是8萬，哎，你還能餘2萬塊。好，現在給你現在工資只有3萬了，每個月開支1萬，還是餘2萬，你說這倆是一碼事嗎？這肯定不是一碼事啊！打政府手上过的錢少了，這日子都難過。為土地支付的這個成本開支本身也會拉動當地經濟啊，還不是拉動當地的經濟嗎？對吧？這個盤子越大，收入越多，這個錢流動的越多，打他手上過的越多，他騰挪的空間就越大。總之啊，這個樓市低迷啊，對地方政府償債，對地方政府現在已經壓力越來越大。2026年恐怕還進一步下降，這是趨勢對吧？你2026年難道房子會多賣嗎？開發商會去拿地嗎？哎，在這種情況下，你說專家居然建議啊，地方政府就把賣給開發商的地還收回來收除，你說為什麼說專家這個建議他不接地氣啊？就是很難執行的，他就是反人性的。這地方政府本來收入就少了，這個工資都发不出來，完了讓地方政府啊，你找錢把賣給萬科的地你再給他收回來。這專家只會在那算數字啊，他只會看公式，算這個等號兩邊，完全不顧實際情況，對吧？什麼拿錢去把開發商開發賣不掉的房子給收回來，然後做保障性住房、廉租房，這都是反人性的，对吧？你要求越嚴，你要求的越急，那下面他就给你搞形式主義，他就糊弄喊口號。最好的辦法還是要加速尋底啊，對吧？早日和韭菜的收入達到平衡，就是房價跟韭菜收入形成新的平衡，它自然就好了。新的平衡是很殘酷啊！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啊，是有個網友啊口述5年前在河北廊坊花308萬買的房子，現在能賣多少錢？大家看視頻啊。我們房子今天終於賣掉了，下午2點半簽的合同，連物業費都交不起了，牆上物業貼的單子，物業費已經欠5000多了。我們這個房子是2020年買的，位於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在這裡呢，有很多北漂的小伙伴安家落戶，也修了地鐵。我這個房子到地鐵口只有800米，而且斜對面還有個商場，附近醫院學校也很近，大概2個紅綠燈，掛了1年，價格難以接受，最終還是簽了合同，下午跟中介簽了。再來看房子一眼，我們現在就準備回老家了，因為之前我老公是在北京做 IT 的，35歲也被裁員了，工作了7年的公司，說裁掉就裁掉了，現在公司發展也很难，小伙伴們一個個的離開。我呢，之前是做銷售的，我們倆加起來1年有40萬左右，主要就是靠我老公了。23年初就被裁員了，當時想着過年嘛，能拿個年終獎，結果發了最後1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當時老闆還給我老公送了個蛋糕，老闆人還是挺不錯的。怎麼說呢？現在我們賣房子無奈之舉，這個房子當初房價站崗了，花了2萬2一平買的是140平米，總價呢是308萬。現在永清這邊房價已經跌到了，我們這個小區已經降到了8000。我今天最終的成交價是7800一平方賣出去了。
房子賣了110萬，308萬買的，已經虧了198萬，308萬買入，110萬成交，真的是血虧啊，198萬。這還不算我們還的房貸，當初我們貸款了200萬，首付款交了108萬。這108萬首付款就包括公公婆婆給我們拿了60萬，我娘家拿了10萬，剩下38万是我們俩上班攒的錢，湊夠了108万交的首付款。200萬的房貸一個月還1萬塊錢，我們已經還4年了，一年12萬，4年還了48萬，房貸利息大概35萬，已經賠了233萬，賣房子竹籃打水一場空。當年我們買房呢，也是看着廊坊這個地方非常的有潛力，位於北京和天津2個大城市之間，都是特大級的城市。到北京呢75公里，到天津85公里，開車都是1個小時。西邊是北京，東邊是天津。當時北京的房價都已經在10萬、8萬一平方了，天津的房價也在4萬。我們感覺這個地方将來應該到3到4萬元每平方比較合理。但是呢，我們想的太美好了，業主群好多人都在說以後小区房價能漲到4萬，那時候个個都很興奮呀。但是我們也不炒房，就是人生第一套房嘛，跟風盲目上車，看着周邊的小夥伴都買房了，我們心裡也癢癢，手頭的錢不夠，父母也給支持了一部分，出了一大部分，沒想到賣掉要賠233萬。心在滴血。今天下午簽合同的時候，我老公差點和買家吵起來，因為價格壓得太低了，最後簽合同買家還想再便宜2000，我老公徹底發火了。那時候上來了2個中介，就把我老公叫到小房間，我呢就在大廳裡，然後跟那個買家交流，中介呢就把我們都分開。最後這2000也沒扣，因為我們家裝修還是比較新的，然後家具配的都是非常的好，餐桌7000多，然後沙發2萬，總共裝修花了30多萬。如果加上35萬的装修，虧損呢達到了268萬。房子21年底才交房，22年裝修散味道，23年剛住進來，就各種不順，開始賣房。賣掉竟然要賠這麼多，現在我們的房貸還有180多萬，房子只賣了110萬，這中間還有70多萬的差額，我們還需要繼續還錢。夫妻倆都失業了，一個月1萬的房貸真的是還不起，而且2個孩子要養，父母歲數也大了，很難受。這讓我想起了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買的房子好像就在這一帶，反正也不遠了。不知道胡錫進老師那套房子跌成什麼樣了。當然了，他對胡錫進老師沒什麼影響啊。胡錫進老師該吃吃，該喝喝。全國啊，像河北廊坊這樣的地方有多少？這都是啊，這個房地產爆火的時候啊，烈火噴油的時候，那個時候的這個邏輯啊，就是他就認為這個，你看廊坊這地方，北京和天津之間，到北京1個多小時，到天津1個半小時，2個直轄市之間，那還能差得了嗎？是吧？房價漲到3萬，漲到4萬，那不是易如反掌嗎？但是看那個趨勢，確實要漲到4萬，對吧？5萬，可惜啊，就像現在的這個黃金白銀一樣，加速衝頂，最後就是暴跌。關鍵他現在他這個房子賣不掉，很難賣得掉。你不降價，有的是人賣，因為房子多啊。這就是傳說中的腳踝漲，而不是腰漲啊。實際上呢，即便啊以後這個北京、上海這一線城市房價穩住了，甚至要反彈，那你說河北廊坊這地方它也彈不起，對吧？甚至它要回到過去的高點，那簡直猴年馬月啊。經歷過這一輪房地產的洗禮之後啊，我相信啊，下一輪就是房地產穩住，回暖也沒有辦法像上一輪那麼瘋狂，對吧？那麼無腦買入。今天啊，三聯生活週刊刊登一篇文章，介紹的是一個東北房地產家庭破產之後，就是這個主人公啊，他家裡以前賺了點錢，後來應該是移居到澳門去了，在澳門過着富人的生活，後來不知道怎麼簽這個鬼使神差啊，又回到東北投資房地產，投資旅遊小鎮，結果褲衩子都賠掉了，這麼一個故事。主人公由一個千金小姐、富家小姐，最後在澳門開了一個咖啡館，那個外賣賣咖啡，這麼一個故事。就從這個故事也能看到，這個成也槓桿，敗也槓桿，靠着運氣賺的錢，最終靠着實力賠得乾乾淨淨。他的文章說他說我們家的財富是父母一點一點滾雪球打拼出來的。2000幾年時，我爸媽在別的行業賺了些錢後，投入到房地產開發，當時沒有什麼行業能像房地產一樣
投1個億下去，項目建完賣掉，可能2年就能回來大幾千萬的整筆利潤。這確實這樣啊，就是房地產火的時候就是這樣的。2012年，我們老家瀋陽城郊發現了一片溫泉地啊，就是發现溫泉唄。從市中心開車過去，半小時到50分鐘就能到。東北天冷，大家都愛泡溫泉，所以溫泉在東北本身就是個大賣點。那時候經濟還行，很多人也願意貸款幾十萬買個帶溫泉的房子，冬天去泡一泡。再加上我們聽說地鐵2號線以後也會往那塊地延伸，我爸媽就下決心投了。在我们之前已經有第一個開發商入場，火爆到什麼程度？那時候還允許賣規劃圖紙，就是賣樓花啊。他的圖紙剛出來，房子就被搶光了。很多人看到他賣的這麼火，也跟着投。最終圍着那塊溫泉地，陸陸續續來了20-30個房地產開發商。等我們正式進場時，政策已經改變，不允許賣圖紙，必須得先蓋樓。等我們好不容易把地基打起來，第一個開發商捲了差不多15個億跑路了。當時他為了多賺錢，把一套房子賣給4個人，弄出一堆產權糾紛官司。他這一跑，整個片區幾十家開發商的信譽都受到了拖累，一粒老鼠屎啊，壞了一餐刀啊。再加上當時設想地鐵規劃也沒贏，後來整個瀋陽市的發展重點都轉向了另一面陝北，我們押錯了寶，結果就是房子蓋好了，但1年也就能賣個20-30套，而每個開發商手裡都有2-3千套房子，100年也賣不完。這一下嚴重的供大於求。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啊，2017年的時候我去河北的霸州，也是看這種溫泉小鎮，好像就是華夏幸福開發的。從北京啊，從通州開車到那個項目地霸州啊，開車1個多小時，全程高速，下了高速再走個1-2公里就到了那個項目。霸州的溫泉還是可以的啊。然後他那個項目啊，宣傳的啊是這個溫泉入戶，它都是別墅啊，但是我覺得也挺好的。如果買一套養老不也挺好的嗎？所以那是2017年。好，等我們開車啊到了目的地，一下高速都讓我震驚了，一排一排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別墅，好多項目在那兒。完了之後，那個真正的讓我體會了什麼叫賣樓的比去看房的還多，銷售人員啊比看房的多。那馬路兩邊全部是穿着小西服，打着領帶，售樓這個就是銷售人員，手裡拿着這個宣傳單和文件夾，一路跟着我車後面跑，沒有看見別的看房的人啊，看房人非常少，因為我已經約好了一個樓盤去看的。不是去盲目的參觀，但是有好多銷售圍着讓你去他那項目看，都是那種溫泉入戶別墅。萬幸的是什麼呢？萬幸的是我去一看之後，我第一眼就沒看上，對吧？跟我想象中的別墅啊差得有點遠。而且說的這個溫泉入戶，好像也不是真正的入戶，你家裡面搞一個澡池，那個浴缸或者是溫泉池子，也不是那樣。所以說當時房價也不算太貴吧，1萬多一平，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價格了，現在估計3-4千吧。最主要是賣不掉，不是說多少錢的問題。那麼成片的房子誰買？除了北京人去買。這就是溫泉小鎮。他這文章說啊，他說在這個20-30個開發商裡，我們家的公司規模算中型，但因為我們進入的晚，父母就想把所有的資金都壓上去，做個大的好的，所以從項目體量上看，我們能排進前3，甚至第1。我們曾嘗試自救，比如有段時間國家開始推文旅小鎮政策，我們就趕緊往這個方向轉型，配合建設了小鎮樂園。過幾年政策風口又變成田園綜合體，我們項目剛好有500畝農業用地，就又往田園綜合體概念上靠。再後來政策又開始推銀髮經濟、康養小鎮，我們又跟着改規劃，結果追着政策跑了一圈，一個國家補貼都沒有申請下來。回頭看，真正的拐點發生在2019年，文旅小鎮配套的遊樂園好不容易開業，年底疫情就來了。一開始大家還心存希望，覺得熬過去就好了。隨着2022年之後，很多大型房地產企業陸續倒下，我們才徹底意識到根本回不去了。現在想退出也退出不了了，對吧？眼前無路想回頭啊，身後有餘忘縮手，不就這個狀態嗎2019年到2022年期间，也是我们家往这个天坑项目里
天錢最多的時期，每個月樂園和地產的人員開支、運營成本、銀行巨額利息像流水一樣，撐不住了就賣一套家裡的房子，維持2-3個月，錢燒完再賣一套，就這樣陸陸續續的，家裡在上海的5套別墅、澳門的40多套房子都填了進去。這說的好像是許老闆呢。期間也有地產公司提出用4個億還是6個億收購我們整個文旅小鎮，但那筆錢算下來只夠覆蓋所有債務，等於我父母前期投的錢全打水漂，一分不賺。當時覺得辛辛苦苦這麼多年沒法接受是這樣的結果，所以就沒同意收購。但如果早知道後來賠的越來越多，當初哪怕白幹了也同意，不至于把家裡剩下的老本一點點折騰光。後來我媽媽覺得不能再往裡投了，走到哪兒算哪兒，但我爸爸不甘心，他覺得都投了這麼多錢，不堅持到底，怎麼知道沒有轉機？這個他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低保老人遇到的問題，是加倉呢還是止損？低保老人選擇了加倉，他爸爸也選擇了加倉，而且那幾年確實斷斷續續一直有人來談這個項目，我們就在等一個可能的好消息，在等的時候項目還得維持運營，就這麼一直拖了下來。在我爸的經商生涯裡，只有創業初期虧的一分不剩過，但後來又一點點做了起來，一路走來都還算順利，除了最後這一次，这叫路徑依赖啊。2024年年底，我們家已經山窮水盡，只能把小鎮樂園無償轉讓給別人經營，條件是對方幫我們補上300-400萬的員工工資，那3000多套未賣出的房子當初都抵押給了銀行，資產是能抵債的，只是賣不出去，無法變現。現在我們也無力償還銀行利息，這些房子名義上還是我們家的，因為銀行還沒有啟動拍賣程序，但未來怎樣還不知道。那最後就是他們家破產，然後他們家開始变賣各種名表、奢侈品、汽車啊、包包，就是变賣奢侈品啊來還債呀。典型的眼見他起高楼，眼見他宴宾客，眼見他樓塌了，運氣賺的錢憑實力整個的賠掉，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期。實際上這個故事不就是中國這個民營開發商一個縮影嗎？不都是這樣嗎？對吧？他們家只是規模小一點王健林首富，徐家印首富，孙宏斌多了去了，還有富力，他們家经历就是咱們房地產行業的一個縮影。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